係啦，我嚟到呢個新屯門中心，4座極高層，有山景、海景嘅極大單位，實用597。咁呢，我就為大家介紹下呢個單位，好唔好？好，我嚟到呢個新屯門中心4座極高層、極大嘅單位。呢個單位呢，講一講先，實用呢就597嘅。咁我哋呢度去到下飯廳嘅位置，對流窗啦，空氣都好流通嘅。咁呢，望落嗰啲瓷磚呢，都係以白色一個乾淨舒服嘅顏色主調為主，係啦。同埋大家望下間隔都好似正嘅，係啦，擺一張飯台啊、書台呢，都好適宜㗎，係啦。窗台呢，同埋望落幾大嘅闊落，望下個景，望到屯門碼頭一帶啦、東涌一帶最遠都有嘅，係啦。因為呢個極高層講緊都39樓㗎，呢個單位係啦。個廳呢都幾靚正，係啦。賣點呢個呢對流窗，講多一次對流窗，同埋擺位1樓。好，啱啱講完廳嗰部分啦，而家呢就去一去儲物室先。見到儲物室呢，上至天花板假天花，中間牆身呢啲雲石嘅設計磚啦，跟住地板都係乾淨企理嘅。咁儲物室就適宜放一啲唔常用嘅物品啊，個人喜好嘅物品啊，或者一啲必需品嘅，係啦。儲物空間1樓。好，呢度就係走廊嘅空間啦。跟住我哋去廚房先。哇，星盤儲物櫃嘅空間極大、極細緻、實用，擺位非常之方便，擺幾多都得。跟住望下上面天花板啊、假天花、牆身、地板乾淨企理嘅，同埋有一種雲石嘅設計嘅，係啦。好，跟住睇下個窗嗰個景，簡直1樓啊，有樓啦，屯門一帶啦，屯門一帶啊，唔好意思，係屯門一帶啦，海景啦，甚至遠望機場東涌一帶都望到添。好，跟住呢，睇咗呢個儲物室啦、廚房啦，行入少少。廁所先，廁所呢，望抽風系統、抽氣扇啦，有啦，牆都係明窗設計啦，都係嗰句，上至假天花，中間呢個牆身雲石設計，地板非常乾淨企理。望下左邊企缸嘅設計，係啦，即係我生得夠高啊！牙渣都夠位啊，舒服啊，行路都行得舒服。同埋有個鏡面啦，影下自己，執下自己都幾好㗎。呢度呢，講一講啦，講下房嘅設計。3間房呢，咁有2間房呢，個面積就相約一樣，有一間就大啲嘅。首先我就稱之為呢間係1號房。1號房呢，入到嚟都係設計視方視正，唔錯㗎。上至天花、牆身、地板都係嗰句乾淨企理。我講咗幾多次都係咁㗎啦。門身有一種優雅嘅風格。再望下個窗，露台位呢，就突顯到夠大啦，坐喺度成個人或者擺嘢啊，1樓你中意擺咩都得，係啦。跟住咧望一望個景，又係同樣道理，望屯門碼頭一帶，海景有山景，同埋東涌一帶、機場一帶添。
係啦，最遠可以望到咁㗎，你話正唔正啊？好，去完房間1，依間就係房間2啦。同房間1一樣，個面積就相若嘅，不過一個就左方，一個就右方啦。咁呢度都係向南嘅，同廳一樣，方向向南嘅，係啦。一大賣點、一大亮點就係個窗台夠大，你中意擺啲 figure 模型啊，擺咩都得，你中意擺咩，諗到擺咩就得啦。同樣有氣窗，總之有窗嘅地方就代表空氣好，同埋呢度記住啊，39樓啊，俾大家睇下個景觀啦。非常之一流，屯門碼頭一帶，係啦，東涌一帶海景有，山景有，同埋留心啲望下，交通都幾方便發達㗎。因為咧呢度雖然高39樓，但係樓下咧都有巴士啊、的士啊，同埋輕鐵啊咁樣嘅，方便來往大陸啊、去市區啊。東涌一帶係啦，同埋我啱啱上到你個單位個商場啊，應有盡有㗎。即係稍後我會喺嗰啲平台咧就會講下呢個屋苑嘅配套設施點樣一流完美化，係啦。好，啱啱參觀完房間1、房間2之後，去呢個主人房，咁咧。呢個房咧，或者成間屋啦，我想講一講個磚嗰個牆身嘅設計咧，嗰個吸引迷倒咗嘅，因為咧都係一個雲石嘅設計啦，啲紋理係非常之靚嘅，而且講空氣非常之好，右邊、左邊都有窗嘅，唔使擔心啦，夠高，妖39樓係咪先？俾大家望一望個景先，係啦，大致上就係咁。360度轉身，前後留意下上下嘅位置，呢間房，行下房啦，影下啦，影多一次。大致上啦，呢間屋咧，我都俾10分裏面咧，都俾8、9分㗎啦。設備啊、整潔度啊，感覺上非常完美滿意，係啦。好，最後啦，呢間屋嘅介紹完畢。如果大家有需要，即刻聯絡我，袁先生 WhatsApp 我9689-1528，9689-1528，9689-1528，係啦，多謝大家支持，拜拜。